相传上古大能修士，元神飞升成仙，尸身成圣，葬于人间，千年不化，心跳不灭。师祖，再借您尸身练练功。不说话就当默认了啊。好嘞。气海深似1寸7，关元一瞳探幽微。腰阳半寸莫迟疑，环跳斜刺3寸许。命门直入8分寸，涌泉真感足底泥。混账！你又跑来亵渎祖师的尸身！师叔，师祖他都逝去上千年了，现在只是一具尸身而已。况且我练的是素女回春针法，咱这山里又没有女的。你给我住口！你的修为已经登峰造极了。你爷爷让你下山去清除叛徒鬼臣，同时找回你妹妹灵儿。鬼臣的消息在道观的漫城，快去吧。好。昆仑太白接半寸，枯木逢春返太虚。哎，你个孽障，你还敢炸！拜！再拜！再拜！亲人还安！等一下。二叔，你急什么？我姐姐野田质子是嫡长公主，是第一继承人，要还恩，也轮不到你这个旁支庶出的长辈越俎代庖了。贱人，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小辈指手画脚了？野田质子，识相点，乖乖的签字。交出股份呐！哎，等一下，终南山神医在此。哎，病人野田树下在哪？我们是来赚钱救命的。哪里来的贱民，竟敢直呼家主的名讳？你们不是悬赏1亿救命吗？你们来晚了，我爷爷已经去世了。死了？那怎么瞧这些异族人一比啊？爷爷，这是诈尸了！别过去。夹线神霄，经线纯烈，气冷神凝。不过遇到我是他命不该绝，能救。你把我爷爷怎么了？说了，他还没死透，能救。你真的能救我爷爷？野田质子，你疯了！你居然相信这个混蛋的鬼话，让他触碰老爷子的遗体，这是野田家最大的耻辱。是啊，姐姐，我们不能病急乱投医，让这个骗子来玷污爷爷的遗体。这世上根本没有死而复生这种事情。请回答我。能救。如果你能救回我爷爷，野田家一半财富，任你取用。野田质子，你敢！你这个野田家的叛徒，绝不允许你！一切后果由我野田质子一个人承担，恳求你救救我爷爷，拜托了。莫不是二叔故意做局，阻挠姐姐上位？你们该死！
先收诊金，再治病，这是我们的规矩。可以，但若救不活，我会让你们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。百会开天门，神阙定中宫。气贯金针入弹中，关元锁命火。足三里引地气，涌玄通幽冥。劳宫聚灵光，印堂点星辰。怎么样了？有点棘手啊。还有什么办法吗？差一位引子，至阳至刚的正煞天雷。此地1个时辰内必有雷雨，到时候就是你爷爷还魂之时。荒谬至极！姐姐，他还在用他跳大神的理论忽悠你，你醒醒吧！你们是看了天气预报来的吧？啊，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1个小时以后有雷暴。把钱留下，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们，否则我无名收下的诊金就是阎王杖。敢吞野田家的钱，必须死！9天玄刹，听吾号令，煌煌天威，以真引之。这老头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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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鬼城线索出现了，在黄极一社。知道了，我们走。等一下！野田家是你们这种下贱东西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吗？诛杀他们！神者何在？明哥，雷呢？要相信科学，唬人的。你，见鬼了！天气预报不是说1个小时以后才有雷暴的吗？怎么提前发作了？上帝呀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爷爷，你活过来了！爷爷怎么没有意识，像个植物人？动用家族所有力量，不计一切代价，找到刚刚那位华夏医师，立刻，马上！救救我女儿！救救我女儿！求求你，救救我女儿！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！你女儿这条烂腿只配截掉，这条贱命也不值钱。不，救救我女儿！求求你了！在我眼里，你的命也没有多高贵，积点德吧。苏大小姐，黄旗大人已在楼上等您，您先上去，别让这些垃圾污了您的眼。救救我女儿！救救我女儿！我家小姐给的。不要！我求求你们！我求求你们！我女儿的腿再不治就全都烂了。黄旗大人，黄旗大人出手，你也配？
都说他能起死回生，我求求你们，把你全家骨头拆了卖，也凑不出个零头。再纠缠，就打断你的腿丢出去。不，我求求你！愚蠢的东西，给脸不要脸！不要打我妈！欺人太甚！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女儿！这么美的腿，用来踢人，太可惜了吧？少少，敢在黄金医社撒野！哦，哎呀，就是你这丝袜质量不太好，胖爷回头多给你买几双。来人，拖出去！住手！惠子小姐，请给我们苏家一个面子，我来处理。好。女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们不治病了，妈妈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啊！你这伤得这么重啊！你们就别在这胡闹了。谁胡闹了？我哥们是神医，在帮小女孩治腿。还神医呢，一看就是骗。你们可别被他给骗了。哪来这么年轻的神医？骗人也不专业。这小女孩的腿是先天残疾，神仙难治。再在这里欺负可怜人，我们苏家绝不会轻饶。哎呦，苏家，这可是曼城最大的华人家族，这苏家的门面倒是挺板正的啊。可就你这张嘴，跟吃了火药似的，浪费了这么好的医生去了。流氓！先天骨刺，贵族。放开我女儿！妈！混蛋！放开！美女啊，你们这些井底之蛙，等着看奇迹吧。怎么回事啊？这身体完全不听使唤了，用不出力啊！阴阳逆乱，骨邪精湛，气滞血瘀，生机尽忘。今以正拨乱反正。哼，装神弄鬼，看你能玩出什么！气痛。住手！血岔。你这个天杀的！你把我女儿怎么了？我要跟你拼了！所有的医院、寺庙、高人都找过了，毫无办法。听闻黄极神医曾治疗过类似的奇症，恳请施救。病有千般，因人而异。苏大小姐，来，让我为你深入的检查一番。苏大小姐，脉象无异，问题的根源在那蚀骨的春梦里。诊金就不必收了，好好珍惜与你女儿的时光吧。你给我站住！你不能走！你这个杀人凶手，我要跟你拼了！妈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一定是障眼法，一定是邪术障眼法！这，你的腿……说你井底之蛙吧，你还不信？啊，这就是奇迹，我们就是奇迹。黄继关主已经说了无法医治，现在被打脸了，对医社声誉极其不好。我绝对不能容忍影响医社声誉的事发生。神医，活菩萨，妈，谢谢您，谢谢您救了我女儿。起来吧。先天鬼族可逆，孤星照命难违。回去后，紧闭门窗，日落之后切勿出门。有些话，还是尽早交代了。你救了我女儿，我很感谢你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咒我们呀？他落地啼哭之时，其父是否血光横死，尸骨无存？妈，你骗人！我爸爸只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打工去
谢你救了我女儿。走吧，胖子。站住！这世上绝不能有医术凌驾于皇极大人之上的存在。灭了他们，不计任何后果。苏大小姐，让我看看你心底最深处的欲望。真是极品尤物，从此以后就是我的了。起来吧你！是你！啊！天意先生。算什么东西，也敢染指我的东西！一群废物！今天你们休想活着离开！关注我！关注我！皇极大人，是你，你该死！我那样侮辱你，你为什么还要救我？烂命好命，不是别人定义的，都值得珍惜。你们都该死！金针，你是吴家人？血债血偿。那就让我看看你这小辈到底有几斤几两。山一命不孝，你会怎样？这武门都包罗万象，博大精深，多少精彩绝绝之辈，穷其一生也难窥一门之堂奥。不如跟随我，我能赐你无穷的武力，让你踏上祖辈都无法企及的高度。放开你的心神，接纳我，成为我的一部分。忘了告诉你，这武门我早已融会贯通。
怎么可能杀人？刚才我中了迷幻烟，是你让我清醒过来的。你借我之手杀了黄吉，让我无法诊治。你是冲苏家来的，我警告你，收起你的歪心思，否则你的下场会比黄吉更惨。苏婉中了鬼臣的摄心术，只要找到苏婉，就有鬼臣的线索。鬼臣这么邪乎吗？鬼臣他曾经是天纵奇才，是爷爷钦点的衣钵传人。然而他狼子野心，趁着爷爷闭关之时，偷袭重伤了爷爷和师叔，带走了我妹妹，还偷走了吴家世代封印的禁术——阎罗十诀。十诀若成，魔临天下呀！明儿，清理门户，诛杀此僚，此乃是你的天命啊！爷爷，孙儿在此发誓，必定诛杀鬼臣。哎，明哥，那我们接下来干什么？是不是先去苏家？苏婉现在对我们有所误解，上赶着去找他，反而会落得下风。等他来找我们即可。等等。惠子先前对先生多有得罪，先生仁心相助，惠子十分钦佩，还望先生饶恕惠子之前的无礼。我们之间并无恩怨，起来吧。起来。黄旗医社虽然名声很大，但也树大招风，得罪了不少人。馆主已死，恐怕必然会被群起而攻之，还望先生入主医馆。你的如意算盘打得挺响啊，想利用我来给你遮挡之前的风风雨雨。惠子愿臣服华夏，臣服先生，还望先生垂怜。我一直想开家医馆，悬壶济世，这里规模和影响都还不错，那我便接下这一幕。既要尊我为主，便要听我的规矩。黄旗医社全体遵先生命令，无论什么规矩，我们都会遵守。第一，人无高低贵贱，只有良善之人。二，摒弃一切歪门邪道、害人之事。是。来吧，来吧，快起来！还请先生为医社、医馆更名。中华道医馆。最伟大的超级忍者，我出3000万，帮我杀个人。本尊杀人只需一刀。一个叫无名的华夏人，我要你用最残忍的方式虐杀他，砍断他的头颅，然后本尊说话超过5个字，必死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你已经说了30个字，想活命加钱3个亿。好。超级忍者，恐怖如斯！我强行抑制了鬼臣种在苏婉体内的摄心印记，他必然有所感应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这正是引蛇出洞的良机。先生，让惠子伺候你沐浴吧。不必了，你退下吧。
你要干什么？惠子既已认定先生为主，那便已是先生的人。惠子的身，惠子的心，都愿意全部交给先生，请先生怜爱。我的手麻了。你不必如此，好好辅佐胖子，打理好道医馆就是你的本分。先生如九天真龙，惠子自知蒲柳之姿难配先生。惠子不敢奢求名分，只愿永远追随先生左右，为奴为婢。有杀气，配合我引出杀手。既然要做戏，那就要逼真，对吗，先生？43分肉相助，算是便宜你了。我喷天斩！先是色诱，后是刺杀，你们野田家好手段。没有，惠子没有，惠子敢对天发誓，此事与惠子无关。我给你种下了3彩锁魂针，普天之下，能解此针者屈指可数。医者仁心，但你是异族，我已尽数掌控，起祸必死。二公主是野田雄二，逼我勾引无名先生，并派超级忍者暗杀他，结果却被一招反杀。超级忍者都杀不了他，还被一招反杀？是，这不可能！你在骗我！不敢，惠子不敢有半点欺瞒。现在无名先生已经入主医馆，还望二公主高抬贵手。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，敢为他求情？他害得我姐姐差点继承不了家主之位，他该死！是，惠子错了。先生的恐怖，只有直面者才有切身体会。你们将为自己的自大付出代价，我是将永远追随先生左右。二叔睚眦必报，必然不会放过无名。先坐山观虎斗吧，有什么情况，随时向我汇报。是。我已经派人快马加鞭的到终南山吴氏家族请一位高人，等高人一到，你那怪症定能根除。爷爷，那些所谓的高人10有8九都是骗子，您别被他们蒙蔽了。再说我这个病，您就别操心了。终南山吴氏一脉是有神仙手段的隐士家族啊。爷爷年事已高，又对所谓的高人深信不疑。算了，还是顺着他吧，免得他担心。来把那边那个脚再往回拉一点。啊，好。那里。来者何人？灭皇接管的人。放肆！黄金医馆已成为过去，从今天起，这里是中华道医馆。满城一道，我为准，其余皆灭之。看你有几分姿色，我就收你为奴，饶你一命。收我为奴，你不配！我乃大道医生，什么底气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身后之所在，就是我的底气。你
也不错。我警告你，你放开我！我家先生不是你能惹的。都被人欺负到这个份上了，那个姓吴的东西还不出来？的确是个高人，能无限受辱的高人。哼，姐，还是我出马吧。这惠子毕竟是我们的人，也不是哪个阿猫阿狗都能啃上一嘴的。不必了。如果他连这点麻烦都解决不了，那只能说明爷爷的复生跟他无关。无名，我顶着整个家族的反对，赌上了我们的未来，你最好别让我失望。你的先生算什么东西？连黄金那老鬼都不敢这么跟我说话，等我杀了你先生，你就是我的了。你快住手！我家先生不会放过你的。土鸡瓦狗，不配与我为敌。谁了你这碍眼的牌子？砸我的招牌，你也配？切，就这点雕虫小技，还装上了？哪来的黄毛小子？天高地厚，叫你们馆主出来受死！在下无名，正是这中华道医馆的馆长。阁下气色晦暗，戾气缠身，恐有血光之灾呀。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自打上手，或许还能留你一条狗命。我的人，没人能动。你说，怎么处置？全凭先生处置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找死！好，蠢货！这刀上是人的埃博拉病毒，黑曼巴毒蛇的混合剧毒，见血封喉。就算你只是皮肤碰到，那也必死无疑，神仙也难救。阁下印堂死灰，腮削如刀，这是横死暴毙之相，马上应验了。《黄帝内经》有云：筋为刚，骨为强，肉为气，皮为浆。如此雷霆杀伐，从今往后，看谁还敢小觑我中华道医馆。你医德尽失，不配行人。今日让你尝尝这挫骨分筋之苦，此乃医道正法。先生，埃博拉病毒可是剧毒，你没事吧？我早已百毒不侵了。论医毒之术，我们华夏才是鼻祖，区区蛮夷之毒，何足道哉？无名阁下，完了！大公主亲自来了，是来问罪的。先生刚立危救，不行，我得拼死护住先生。世子大公主，今日之事皆因佐藤等人挑衅在先，先生被迫出手防御，请您明察，高抬贵手。完了，他连看都不看我，先生这次恐怕是……野田至此，恳请神医阁下施以圣手，救救我祖父野田树下一命。野田家族愿倾尽所有，报以大恩。报恩？你们野田家报恩的方式就是派忍者来杀我？姐，那刺杀的忍者是野田雄儿派来的。神医阁下，野田家族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。既然姐姐这么看好他，我就让他当众出丑，露出真面目。神医阁下，的确是我们管教不严，让您受惊了。只要您能平息心中怒火，美代子愿受任何责罚。本小姐天生媚骨，自幼得东岛上师真传，魅惑之术早已炉火纯青。这世上还没有哪个男人能逃出我的掌心。哦，
有意思，那你随意吧。谢神医阁下恩典。你怎么能为难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女人啊？不懂言笑细语，快起来，地上凉。嘿嘿嘿嘿嘿，来，这怎么回事？他好像没受任何影响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我不信！神医阁下，美代子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会原谅我的，对吧？肯定原谅。这事儿我做主了。哎呀，哎呦，这细皮嫩肉的都打红了。哎呀，这胖爷看着都心疼。哎，我扶你回屋去抹药。哎，走。神医阁下，只要您能治好我祖父，条件任您开，金钱、权势、奇珍异宝，甚至包括我。大公主你，只有救爷爷，我才有一线生机。二叔并不像表面那么愚蠢，反而是条隐藏得很深的毒蛇。无名，你是我的救命稻草。你们野田家也是曼城巨擘，可曾和鬼臣打过交道？鬼臣，这是何人？质子从未听闻。果然谨慎，连名字都是假的，这叛徒藏得够深的。那曼城10年内，可曾出过惊才绝艳之辈啊？有，天意先生，他是传说中的存在。10年前横空出世，一身奇术，神鬼莫测。曼城5大家族在其面前黯然失色。质子曾经也只是远远仰望其一眼风采。天意先生就是鬼臣，他人现在在哪儿？此等秘辛早已尘封，除了几大家族核心中的核心，无人知晓他的踪迹。或许我祖父曾与他有过接触，他老人家应该知道。哼，你倒是聪明得很。曼城几大家族，我不一定非得指着你们野田家。神医阁下，质子一片赤诚孝心，天地可见。求您看在质子为救祖父，愿奉献一切的份上，救救他吧。野田之子在此立誓，只要您出手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答应您的3件事，永不反悔。野田家和我，永远铭记您的大恩。哎呦，美女，你这皮肤好像羊脂玉似的，晶莹剔透。小哥哥，你的那位明哥是什么来头呀？人家很好奇呢。明哥，这在我胖爷看来，那就是神，无所不能的神，遁天入地，起死回生，都不在话下。那他有什么弱点吗？告诉人家吗？弱点？哦，有，他的胸腔两侧有2根骨头，学名叫腹肋，这地方最脆弱，严重的话可以一击毙命。混蛋，这个死胖子是在耍我，还是他根本就是个白痴？小哥哥，人家问的不是生理弱点啊，是他有什么害怕的东西，或者是在意的人。害怕的东西，我想想啊。胖子，袁姑娘的伤口你再不抹药，都快愈合了。糟了，他什么时候来的？这胖子难道一直在装傻充愣，故意占我便宜？
他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也不是好人。哎，我怎么就不是好东西了？我这不是在帮你涂药吗？哎，你这女人，说翻脸就翻脸。哎，明哥，我这符咋变黑了？媚邪之术，有点意思啊。神医阁下，可以跟我回去了吗？印堂三变，清辉照顶如笑杀，这是至亲辞世之兆。野田属下已死。再看他腮唇隐现黑青之气，劫数就在眼前。此去野田家，与他是龙潭虎穴。无名阁下，怎么了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你爷爷已经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爷爷今早生命体征报告还在我助理手中，你怎能如此诅咒？野田家已成兄弟，此去毫无意义。不可能，我爷爷绝对不会有事。阁下，无论你看到什么，算到什么，求求你，跟我回去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山根断者，命星陨落。此针挑起你一线生机，能否度过此劫，就看你命数了。野田雄二，谁给你的胆子坐家主的位置？滚下来！家主的位置，自然只有家主能坐。现在，我就是家主。爷爷，你把爷爷怎么样了？哦，你说老爷子啊，真是不幸啊！不知何故，他竟在观景阁失足坠落而亡。不过这次侄女你放心，我已经把那些个玩忽职守、伺候不周的废物们全部送下去，给老爷子陪葬了。现在，野田家族由我执掌，你们的权利我收回了。就凭你这种只会吃喝嫖赌的人，还想当家主？做梦！诛杀叛徒！天香剑圣！野田质子，野田美代子，我早就想尝试一下你们这对并蒂姐妹花了。要么跪下臣服，要么死。爷爷死了，这个家族有你这条毒蛇和这些豺狼把持，早已腐朽，苟延残喘。我野田质子宁可站着死，我只恨，我恨不能亲手将你碎尸万段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剑圣大人，烧了这些畜！美代子，姐，男人是靠不住的，关键时候只能靠我们自己。没用的东西，滚啊！别让我在曼城看到你，否则你生不如死。贪生怕死的东西，狗都不如。终究还是赌错了。竟然
藏得这么深？姐妹二人恐怕是要死在这儿了。天香前辈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妹妹，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。剑圣大人，既然他们都没有威胁了，不如就把他们交给我吧。我的剑下只有亡魂。不错，剑气幻化。无名，不管你们有几分真心，几分算计，我无名不会让任何女子挡在我面前，让我离去。混蛋，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装？我都不是天香剑圣的对手，你来了也只是白白送死。美代子，你虽平日看起来娇媚妖娆，且嘴上恶毒，目中无人，但实际你内心刚毅善良。我原谅你之前对我的冒犯。你是什么人？竟然能折断我的地支从云？我是什么人？难道你不清楚吗？以你的实力，野田家这滩浅水容不下你这条蛟龙，能驱使你的只有鬼辰。或者你们曼城人口中的天意先生。年轻人，你有资格让我使出全力，杀神一刀斩！天下一生，只负主人一人。你这是什么武道？为何我闻所未闻？悬壶济世银针小，亦可夺命判官刀。说出它在哪儿，我饶你不死。我承认你很强，但和主人相比，你就是蝼蚁。大人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，是天香找到我，其他的我都不知道啊。你饶了我，我愿奉上野天家族的一切，包括他们两个，都送给您呐。野田美代子愿听主人差遣。我知道你心里不服，你不用伪装。其实你本身的样子更讨喜一点。里子是我，面子也是我，我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，主人？别叫我主人。好的，主人。这家伙有点意思，我要了。无名，谢谢你，今日你与我同生共死，我野田家永远是你最忠实的盟友。做什么？如果你觉得我在利用你，你大可以杀了我。下不为例。这么强大的华夏男人，值得我们臣服追随。吴小神医，久闻您的大名啊，您快给我的婉儿看看吧。好啊。苏姑娘，
莫怕。男女授受不亲，吴神医不会连悬丝诊脉都不会吧？哈哈哈哈！悬丝诊脉小道，我吴家古医术博大精深，讲究的是望闻问切四者合一。我亲自上手，才能知道血脉流转之细微的变化。苏小姐，医者父母心啊，切勿讳疾忌医啊！等一下。这位是？啊，这就是老夫的小孙女苏浅浅，正在中医学院研习中医。哦，原来是苏二小姐，没想到年纪轻轻，志向可嘉呀。不过，想要拜入我们吴氏门下，还要看看你天赋如何啊。浮脉轻取如木符，沉脉重按石沉壶，持脉一息不足4，数脉5则以上数。请问这些分别对应什么病机？大师，请赐教。啊，小姑娘牙尖嘴利，反而考教起我来了。这些脉象基础不过就是，这个嘛。浮脉主表证、虚证，沉脉主的是里证，持脉主寒症，数脉主热症。这些可是滨湖脉学的开篇基础。怎么，大师，你连这些都要想啊？还是说你根本就是在这装神弄鬼？我看你眼神飘忽不定，心浮气躁，言语轻佻，根本没有医者仁心，更别提什么大者风范了。爷爷姐，你们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个人就是个江湖骗子。放肆！本神医好心好意的给你们上门看病，没想到你们苏家这么不识抬举，还要污蔑于我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告辞。站住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骗到我们苏家头上？哼！小齐，女侠饶命啊！我只是想骗点钱花花而已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把他拖出去。婉儿，那你这病……爷爷，你别再相信什么神医了，我的病我自己会想办法。二小姐，刚刚收到消息，黄极医社已经改名为中华道医馆，馆主正是无名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他借我之手杀了黄极，现在还要针对苏家。大小姐，其实我觉得无名他人还……小齐，你还在被他蒙蔽，你该好好反省一下了。小齐姐，你就是太单纯了。那个无名先是借用我姐的手灭了他的对手，现在又大张旗鼓的开医馆，所图非小。这种人怎么可能一心行医呢？再说了，这个世界上比我医术高超的，估计也没有几个了，哪有这么容易的？大小姐，二小姐，你们都不信，但我一定要证明给你们看。哎，明哥，咱们真的不先去苏家？为时尚早啊。明哥，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。你跟我客气什么？说呀。哎，我不是有个女朋友吗？叫品如，她人很好，对我也很好。可是他妈好像掉钱眼子里了一样，嫌我穷，嫌我没本事，天天想方设法的拆散我们。你呀，你但凡拿点真本事出来，对自己上点心，你怎么可能让丈母娘瞧不起？明哥，你就帮兄弟这么一次，明天跟我去，给他那势利眼的老太婆长长眼。行吧，那明天带我会会。明哥，我就知道你够意思，我干了。管什么管？我和你给我回来，给我回来！我不回来，我。你跑那么快干什么？你个没良心的！我辛辛苦苦熬的药，你说喝不喝？我不喝，
我天天喝你那苦的倒胃的玩意儿，屁用都没有。屁用没有，但是生不出怪谁啊？老娘我差哪儿了？你现在跟我说，日子是不是不过了？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门，我跟你说，离婚。好，离就离。明哥，这王哥是烧烤店的老板，他两口子人挺好的，就是命不好。命不好？怎么说？那方面不太行。他俩结婚多年，一直没要上孩子。明哥，这老王挺仗义的，我之前没钱，他经常请我吃饭。所以你看这事儿，好。完了，快到9点了。大小姐，你怎么了？那种该死的感觉又来了。来到我身边，放下抵抗，享受亲密。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从我脑海里滚出去！大小姐，要不我去找那个无名试试？不行，这一定是他用了某种方式，留下了催眠。不可以，我们不能上当。现在跟他呀，连话我都不想说了。我呀，李梅呀，就这么熬着吧，熬到我油尽灯枯，一了百了。哎，嫂子，你醒醒啊！你找他呀，找明哥啊，这可是终南山下来的神医，没有什么事是他干不了的。让你生个孩子，那不跟玩似的。爹，你真愿意帮嫂子怀上？嫂子，你想多了，想岔了。我说的是神医，金针、内功，让他帮王哥治治。这要是治好了，这不你下半辈子的幸福都有了吗？就他啊，神医啊，毛头小子一个，我看神棍还差不多。Yeah. Yeah, 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尊敬被看轻，被当作小摊，说我太天真，走不到顶端。冷嘲热讽，随便他们评判，我埋头修炼，把实力全部拉满。王位文界藏着千年的胆，就此浮上扛起人间的难。为人以这一生当作底线，不玩不归，这是我的脸面。从低谷往上打破所有偏见，曾经小看我的现在全部看见。不用谁来捧，不用谁来称赞，时间给我答案，我靠年名不虚传。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前路漫漫，我自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我守着初心，我这勇敢，能抚平伤痛，也能护我河山。不怀虚的人设，不搞阴的盘算，真东西在身上，气质自带果断。善良不是软弱，是我最强悍的铠甲，骨气刻在骨子里，谁也别想压下。你敬我道义，我害你肝胆。你若来犯，那就别怪我太干。从无人相信到人人惊叹，用下刀说话比语言更存在。真打在我身，大义在我肩，这一路走过来，我派定名不虚传。遇的是伤痛，受的是假果，温柔给苍生，锋芒对险恶，收获多少冷眼，走过多少曲折，一生中华二郎，从来不会褪色，不必张扬，不必多言，我站在这就是经典。
前路漫漫，我责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前路漫漫，我责不凡，中华风骨名不虚传。人心在手，不畏艰难，一身气场名不虚传。